今日教大家整一味細個嘅時候都好中意食嘅藤條炆豬肉。搞錯咗，豬肉就係豬肉，不過係叉燒肉。今日我就將呢份完美嘅叉燒配方教俾你哋。做叉燒，我哋首選梅頭肉，先將佢改刀，大概切成咁樣嘅條狀，然之後再用刀背剁到仆街。醃叉燒呢一步就關鍵啦，想要嘅口感嫩滑，呢一包嘢就係關鍵。等，小蘇打可以軟化肉汁，避免我哋食嘅時候咧就一啖咬唔斷，好尷尬嘅。醃好個叉燒咧，攞出嚟攞啲吸水紙吸乾啲水分。如果冇廚房吸水紙嘅話咧，上廁所嗰啲都得。想要啲叉燒醃得靚，薑葱蒜必不可少啊！跟住咧就俾啲海鮮醬、南乳、柱侯醬、五香粉、花生醬，仲有就係呢個廣東鬼根尾，知唔知係乜嘢？知嘅評論區話俾我知。OK， 撈完之後咧醃佢40分鐘，醃到個仆街，醃到個冚家鏟。醃肉咧就要醃到透，學嘢亦都要學到透。建議大家點個讚，點個收藏，下次我整嘅時候咧就唔使揾半年咧。會歡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間屙尼賴。跟住落嚟起鑊燒油，醃好個叉燒啦，將啲配料全部清理一下，然之後落鑊。先開大火將佢兩面煎香，大火可以將啲肉汁快速鎖住，然之後中火慢慢煎，再用慢火煎佢3分鐘，跟住落少少水，然之後將醃出嚟啲叉燒汁倒落去，冚翻上蓋之後轉翻細火燜佢20分鐘就 OK 啦！哇，終於出鑊啦！一啖咬落去，醬香焦香，十足十啊！再配上一桶飯，哇，真係攞命！按照我呢個配方整俾你阿媽試下，包佢以後再都唔會講生嚿叉燒好過生你。